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放量上涨，所谓风水轮流转沉寂多时的这个大消费板块集体爆发。截至收盘，沪指涨 0.53%， 深成指涨 0.18%， 创业板指数跌 0.92%。 算力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还在调整之中跌幅居前。但是这个白酒、零售、消费这个消费类的涨得还不错，趁势反弹当然了，今天这个金融股那还是功不可没沪深两市成交超过了 2.1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又多了1000多亿，这个量还是有点勉勉强强不过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这一次反弹应该很多人赚了点钱。这次有点类似于补涨，就是前一阵子不涨的股票，这都纷纷反弹。两市共有3249只个股上涨，1812只个股下跌，涨多跌少今天应该是金融消费者难得的开心的一天，一个好的周一关于这个消费板块为什么涨呢？这个券商中国说一是政策层面发力显著。11月7号，财政部发布2025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将继续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对重点领域个人消费贷款和相关行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激发养老、托育等消费服务潜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消费的基本面出现一些积极信号。10月的 CPI 环比上涨 0.2%， 9月份的是下降 0.3%， 到10月份升至 0.2%， 小幅改善。10月核心通胀从9月的 1% 升至 1.2%， 涨幅连续第6个月扩大。然后一个就是海南，自11月1日起，海南离岛免税品类进一步扩充至47大类。12月18日，海南将迎来全岛封岛的重要时刻。实际上这些利好都非常勉强，本质上都是因为这个现在跌多了这个资金没地方去，这些前期不涨的消费类来个补涨，叫风水轮流转嘛。这个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葫芦糖糖葫芦火爆全网，叫什么奶皮子糖葫芦，价格翻了3倍，厂家供不应求。上海奶皮子糖葫芦98元一串，就这么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昙花一现现在你炒作它，你就说什么消费升级实际上它就是叫糖葫芦刺客过几天大家一定会一起讨伐它，说这叫糖葫芦刺客一个糖葫芦98元一串，以为自己是那个看盲盒呢，以为自己是拉布布是什么泡泡玛特提供情绪价值的糖葫芦98元一串。我想起来那个什么钟雪糕。关键资本市场它根据这个奶皮子糖葫芦就一顿爆炒什么三元股份、庄园牧场、天润乳业、西部牧业，反正跟牛奶有关的都涨。在杭州、南京等地更是掀起排队热潮，年轻人甘愿排队3小时只为尝鲜。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登顶热搜，观看量过万的帖子刷屏首页，带着奶皮子糖葫芦的图片仿佛成了流量密码，让这一小吃成为互联网的新晋顶流。年轻人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40根糖葫芦，一天一根。我们再看这个金融消费者的好消息来了。这个财联社11月10号报道说有投资人收到税务部门通知，要求对境外投资收益进行补税。补税不是说对现在的进行征税，是你过去的要补齐补缴。记者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多位人事处了解到，他们于近期收到来自税务部门的通知，要求对境外投资收益进行补税。这个金融消费者口袋还没捂热呢，就通知补税这个第一财经报道说知名资本市场咨询专家投行小兵某书写道，有几个炒港股的朋友已经补了炒股的个税，原则就是以前亏损的不算，只要你现在有股票炒股赚了钱就得去交个税。所以我的朋友亏了几百万交了10几万的税。你说赚钱的交税说得过去，不赚钱的也得交税。他这个算法估计比较复杂反正我也不炒这个什么股票，更不炒什么港股美股，所以我也不用去研究这个总之这个投行小兵他说他朋友炒股
亏了几百万，还要补交几十万的税。其实这不算新闻，澎湃新闻早就报道，2025年以来，投资港股、美股的中国居民多通过富途、老虎等券商开户，陆续收到跨境投资收入个税补税通知，需在6月30日前完成2022年到2024年追溯期内申报。补税包括税款及滞纳金，哇，还有滞纳金哦，不光有补税啊，还有罚款的。这个券商中国报道啊，无牌金融网红网上收费较炒股被罚，监禁6周。你不光是罚款呢，还要监禁6周。11月7号，中国香港证监会披露，东区裁判法院在一宗由其提起了刑事检控个案中，裁定金融网红周某贤罪名成立。不知道这人是谁啊？恐怕是财经啊，或者什么网红啊。原因是周某贤虽未领有牌照，就是在香港啊，你从事任何金融活动，你必须有香港颁发的牌照，从1号牌啊，一直到什么8号牌、9号牌，一大堆的啊，不是你想干就干啊。这个周某贤呢，他没有牌照，却在其于电报频道啊建立管理的一个可订阅聊天群组中提供投资意见。电报频道啊，也不是法外之地啊。你以为在电报频道教人炒股就可以躲过监管吗？免于处罚吗？想多了啊。香港证监会称啊，这是法院首次对无牌在社交媒体聊天群组提供付费投资意见的金融网红做出扣押刑罚。周某贤被判处监禁6星期，并支付香港证监会的调查费用。根据案情，周某贤在2021年4月至16日至2021年5月14日期间，以富途大股东的名称建立并管理一个名为富途真什么财字的电报付费订阅聊天群组，公众可以付费形式订阅。实际上国内一样的大家在自媒体什么抖音B 站、快手、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上，如果看到有人直播或者是做节目推荐股票这都是违法的。好像即便你有这个从业资格证你要看他那个账号下面有没有挂这个他的那个牌照那个号码，这从业资格证他隶属哪个什么券商或者下面一个什么投资机构，他有证的，首先这个他才能合法。第二个，即便他是有证，他也不能推荐买股，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在直播间推荐买股票的你都小心一点。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比特币暴涨都眼红，都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比特币，为什么没有投资比特币。如果8年前对吧，给你一个机会，你回到8年前，你会买比特币吗？央视新闻报道说超市遭黑客攻击，1周没能营业，男子炒虚拟货币几年血本无归。这是怎么回事呢？说今年5月四川德阳一家连锁超市管理系统遭黑客攻击，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货物库存商家供货整个的数据就没了呗，也不是没了被人家加密锁定了，然后那超市老板就看不了了，你想看你就交钱解锁，那整个的超市对吧？现在很多超市离开了这个系统，它很难运转呢。怎么运转？收费对吧？收款怎么收？价格、库存全乱套了1周内没能恢复营业，损失超过20万元。说超市服务器被黑客植入了一个文本文件，这个黑客是谁呢？我们看这个央视报道今年5月下旬，四川德阳的一家连锁超市的管理系统突然死机，无法进行正常交易，货物库存、商家供货、会员储值等数据全被加密锁定，不能够正常使用，就是啥子收不了钱了，总部的查子财务啦、采购啦、供应商的货款往来啦，这些数据就全部都打不开了。当天，连锁超市总部的网络服务器遭遇黑客攻击，旗下几家超市在1周内都没能恢复营业，损失逾20万元。服务器被黑客同时植入了一个文本文件，暗含勒索信息。就在这个系统上就给我留了一个脚本，然后就告诉我，然后脚本上有个邮箱，然后就叫我通过那个邮箱去联系他，然后去给他付钱。然后他就给我解密，我就直接报案了。接到报案后，德阳公安网安部门迅速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围绕黑客攻击线索开展调查。这是一个典型的针对企业用户的勒索病毒案件。此类案件呢，犯罪手段隐蔽性很强，而且是跨区域作案。这个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勒索信，你需要遵循我们的指示，否则你不能归还你的数据。民警勘验分析发现，黑客留下的邮箱地址为境外，此外还使用了多个远程虚拟 IP 地址，涉及境外多个国家。
通过分析日志，确定了黑客利用数据漏洞入侵了该服务器。黑客为了隐匿踪迹，使用了一台被其攻陷的沈阳服务器和一台奥地利服务器发起攻击。黑客利用漏洞，首先获取到数据库的权限，再利用数据库执行恶意指令，运行木马，获取到整台服务器的权限。有了整台服务器权限后，它就可以上传勒索病毒，对服务器文件进行加密。在黑客的恶意攻击下，共有30多家企业被迫支付了赎金，且所有的赎金支付都是通过第三方平台以虚拟货币交易的方式私下进行的，进一步给警方破案增加了难度。查明了黑客作案的手法，那如何进一步确定黑客的真实身份呢？嫌疑人使用了多个境外 IP 地址和邮箱，那他的人到底在哪儿呢？受害企业给黑客发送了邮件，黑客的邮件回件时间与国内时区一致，书面语言也符合国内文字风格。黑客使用了2个境外邮箱，带有数字加密货币字符，因此我们推断黑客生活在国内且熟悉加密货币。民警通过海量数据分析发现，具有一定网络知识的重庆人王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王某无固定工作，收入来源主要是炒虚拟货币，在1月曾亏损了数十万人民币，具备作案动机。掌握充分证据后，7月初，专案组在重庆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王某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我们是网络警察，网安支队的民警，你自己想啊，你搞的啥子啊？都是扫描那些漏洞，用 CS 连接，连接到加密。喊对方咋个嘛？喊对方给钱吧。钱是通过哪种形式？比特币。那么犯罪嫌疑人王某是如何步入歧途进行敲诈勒索的呢？民警介绍，2017年，王某开始在网上交易虚拟货币，几年下来血本无归，亏光积蓄，还欠了大量外债。急于挣快钱的王某动了歪心思，学习了一些编写网络病毒程序和攻击企业服务器漏洞的技能。犯罪嫌疑人呢，他在网上收集了各省的 IP 网段，利用他自制的这个自动化工具实施批量的扫描。一些 IP 如果存在漏洞，他就能自动的获取这个控制权限。然后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就上传了木马和勒索病毒，对一些重要文件进行加密，并索要赎金。从今年4月起，王某先后获取国内企业数据库登录权限5100余个，迫使30余家企业向其缴纳赎金，每次收取4000至5000元不等，非法获利10万余元。犯罪嫌疑人采用了广撒网的模式进行无差别攻击，一旦企业服务器存在漏洞，就很容易遭受攻击。所以德阳网警再次提醒各位企业，一旦发现勒索迹象，立即断网报警，切勿私下支付赎金。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重庆的这个王某啊，2017年开始交易虚拟货币，结果几年下来啊，不仅没赚到钱，还血本无归，最后欠了大量的外债，走上邪路啊。也就是比特币啊，就是虚拟货币，即便是暴涨，也不代表你能赚到钱，很有可能对吧，亏得更厉害。实际上，关于这个理财，关于投资啊，这个摩根士丹利啊分析师他说啊，让普通人变富有4个因素，就是4个关键点。哪4个关键点呢？在资本市场波动剧烈、信息碎片化的今天，普通人想要实现真正的财富增长，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挑战性。很多网友啊，对怎么让自己发财非常感兴趣，非常执着啊，有执念啊。那作为普通人，怎么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财富增长？是天赋重要，还是机遇重要？是勤奋决定成败，还是资源决定一切？这个摩根士丹利啊分析师啊，他说啊，第一，专注。什么叫专注呢？向少数重要事物投入全部力量。如果说普通人与富人之间有什么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富人极致的专注，普通人极易分心。摩根士丹利的研究中发现，90%以上的财富积累来自于少数几个重要决策的持续执行，而不是广撒网多尝试。第二个叫斯多哥主义，内心稳定
定比一切都重要。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叫稳定。为什么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可以变富？因为他们懂得2件事：控制自己的能控制的事情，比如知识、技能、储蓄、投资策略；接受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宏观经济波动、黑天鹅事件、短期市场情绪，就是控制自己能控制的，接受自己不能控制的。斯多葛主义要求我们在市场恐慌时依然理性思考，而不是盲目逃跑；在资产缩水时坚守自己的资产配置逻辑，不被短期亏损击溃信念；在周围人都沉迷短期成功幻想时，依然默默执行长期计划。摩根士丹利说真正的勇气不是在顺境中坚持，而是在逆境中保持清醒和行动力。第3个就是时间复利的魔法之奖励足够耐心的人。如果只能选一个因素来解释普通人变富的秘诀，摩根士丹利毫不犹豫的会选择时间。时间是魔力这个复利魔法的核心还有一个就是分散化投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说真正的财富自由之路是专注、斯多葛主义、时间和分散化投资。看似简单的4个词，实际上是普通人变富必须穿越的4座大山。财富自由最终属于那些不急功近利、懂得耕耘与等待的人，属于那些愿意在别人浮躁时耐心播种，在别人恐惧时悄悄耕耘的人。未来10年不是属于最快的人，而是属于最稳的人。我倒是觉得你就是读遍这些所谓的这个理财方法、致富方法，什么富爸爸、穷爸爸，你也很难变富。就像你读遍很多书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是一样的。执着于财富自由，执着于暴富赚钱，本身恐怕就是个错误。你要说专注，这个建工爷叔难道不够专注吗？几十年来只有一只股票，对吧？天天研究上海建工。你说时间爷叔，对吧？这10几年都没换过股票稳定，那爷叔心态更稳定毫不动摇。他富了吗？当然了，爷叔还有一点没做对就是他没有分散化投资。他要是看好建工板块、建筑板块，那他应该多选几家。他如果要看好上海国资委的股票，那也是应该多选几个。他不是的他赌一只。实际上即便建工爷叔多选几只建筑类的股票，或者是多选几只上海国资委持股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想致富那简直是不可能。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胡一进老师应该是赚了不少钱了，现在开始嘚瑟了怎么嘚瑟呢？他昨天他发了一个帖子，跑到这个酒吧去嘚瑟去。老胡今晚在这里要了一杯饮料，刷网写帖子。我每天琐事太多，能出来做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环境里写网文是比较惬意的事情。遗憾的是，这样的环境里大多是年轻人，中年和上年纪的人很少。胡一进老师很有意思你为啥不到幼儿园去呢？你到幼儿园去，然后再发表感慨。你说这里面没有青年人，也没有中年人，也没有老年人，都是小朋友。跑到酒吧里面去了，他找中年人，找老年人。他说我很纳闷，20几年前做咖啡馆泡酒吧的当时那波年轻人都跑哪里去了？他们今天应该在45岁至60岁左右，经济条件是社会上比较好的，但他们却好像从年轻时喜欢的场所集体消失了。大城市里的他们虽然可能手头挺宽裕，但似乎不太愿意消费了，欲望萎缩了。另外一些人可能觉得这些场所年轻人太多，自己这年纪再去不自在了。经济越发达社会，咖啡馆里的年长者越多，他们越是跨年龄的场所。这是跑了世界各地的我大体印象。在北京的咖啡馆酒吧里也能看到年龄大的老外。他说我是想鼓励年长的朋友们，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坚持自己年轻时的消费习惯，这样老得慢，社会没有年龄歧视你，别自己歧视自己。胡进老师他问这个45岁到60岁的这帮人，你们在忙啥？为啥不去酒吧，对吧？为啥不去夜店，是吧？前2天胡进老师说上海的夜店好繁华嘛。胡进说中国现在有一个中老年的消费断层，暂且不论退休金的问题，很多从年轻时喜欢消费领域退出的大城市中老年人，根本不是因为经济拮据，就是观念变保守了，觉得一些消费没意思了，不值了，或者就
就是没有情绪了。当然了，也有人的看法是，现在最有能力的恰恰是退休者，而且他们很舍得花钱，比年轻人还主力。但我的感觉是，他们除了旅游舍得花些钱，别的方面真的不行，暂且保留这个分歧吧。我认识的一些俊男靓女，20、30岁的时候很时髦，什么都喜欢买好的，现在纷纷说自己迷上了团购网站，什么便宜买什么，把钱给孩子花，给孩子留下，这好像是很多国人共同最后精神王国。其实这给孩子的感觉并不好，父母的良好状态永远是孩子们自信和幸福感的源泉之一，无论他们长到多大。胡一金老师实际上就是有点这个，一个啊，他的退休金比较高，很稳定啊，经常还要回单位的吧，领一些这个米面粮油啊，对吧？过年过节的这些费用、慰问品。第二个呢，自己自媒体收入那绝对是，你想想加州老师对吧？那粉丝也就跟胡一金老师差不多嘛，影响力差不多。那加州老师偷税都能偷900多万，你说胡一金老师收入能有多少，对吧？量级嘛，相当是吧？这个收入完了，再加上你看他股票收入，股票赚钱了，所以有点飘了啊，这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啊，他就体会不到这个45岁到60岁人的这个压力。开始访问说，你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作，喜欢买贵的，喜欢买好的，现在在哪儿呢？然后他乱分析一气，说这些人啊，准备把钱留着给孩子花，这些人呢是什么可能觉得没劲了，荷尔蒙分泌不够，什么年纪啊做什么事情。胡鑫老师这个年纪本来应该在广场上对吧，陪人跳广场舞，或者是在那个各个什么著名的这个打卡地是吧，拿着那个长枪短炮啊，在那儿拍照片，拍美女啊，或者拍那个鸟，拍日落，拍雪山。他偏偏不，他跑到酒吧去了，发表感慨。本质上啊，是这个年龄层的人呢，一是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第二个呢，现在是叫中产返贫。他们年轻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经济高速发展，大家对未来有信心，所以见什么买什么。现在呢，对吧，是经济低迷，而且他也没有信心了。胡鑫老师他是属于体制内的稳定，他赶上了，所以他一直有信心，因为他退休金没变嘛，他收入还涨了，当然是信心十足的吧，信心满满的。但是其他的都叫中产返贫啊，对吧？有很多在北京的中产，也就是1套房2套房，这叫中产嘛。按照那个胡润排行榜啊，你有2套房，那是绝对的中产。但是呢，即便你那个按揭贷款还完了，你房子没有贷款，但是如果你没有收入，那你还是没钱呢，没有现金流，所以他花钱就得小心。第三个原因就是精力不济啊，这个倒是胡一金老师也说了啊，精力不济啊，也就是说他操心的事太多了，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对吧？只顾去玩，喝酒喝到天亮。当然了，这些琐事啊，也可以通过花钱解决，对吧？你多请几个保姆也可以。但问题现在经济形势不好，请保姆没钱，那胡一金老师可以啊。实际上胡一金老师感慨的是，当初跟他一样的那些俊男靓女，那些人有可能是在所谓的大厂，也可能在所谓的外企或者民企，那时候赚的很多，对吧？工资很高，什么都喜欢买好的。那时候胡一金老师看着眼馋，他在那个环球时报的工资不会太高的，对吧？如果是老老实实就靠工资的话，没有那些什么外快啊，那他看上那个好的他不敢买啊。那个爱马仕的皮带，徐老板有一条，他也想买不起啊，肉或者买得起肉疼啊，毕竟那个时候的自媒体还不怎么赚钱是吧？他还没炒股票，所以他看别人买眼红。以前这些人跟我一起的，他们一个个的不错，现在回头一看，这些人去哪了呢？怎么混得不行了呢？胡一金老师有这种感慨啊，实际上就反映了当下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也是大破脑袋进体制。你看相比较一下是吧，体制更稳定的。当然了，即便体制稳定啊，胡一金老师也是另类，因为他有额外收入，对吧？自媒体收入很多的，炒股赚钱，人家级别在哪儿？逢年过节猪肉对吧？牛肉、米面粮油都少不了的。所以从胡一金老师这个写的微博里面啊，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这个飘了，沾沾自喜。年轻的时候比他混得好的，他的那些俊男靓女，现在都中产返贫了，因为有的失业了，对吧？外企业搬走了，撤资了，大厂对吧？这个年纪了，在大厂如果不被裁掉，那都是总裁级的，毕竟没几个啊，对吧？再加上现在房价下跌啊，如果失业没有现金流，不就返贫了吗？哪还有心情去酒吧去夜店嗨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